港珠澳大橋通車之後，船嘅班次就疏咗唔少啦。不時都會有網民比較邊個快捷啲或者舒服啲嘅，因為我間唔時都會往返港澳啦，所以就拍條片測試下啦。起點呢就係香港嘅大圍火車站，終點係澳門嘅議事亭前地。同樣係朝早8點半出發，預定嘅行程係咁嘅。路線1係經陸路，喺積運街上 A41 或者喺田心村上 A42，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乘搭金巴，過關之後搭101去到新馬路落車。路線2係經海路嘅，喺田心村上982X 或者985A 經西隧去港澳碼頭，乘搭噴射飛航之後落船咧就會搭3號、10號或者10B 去到南環或者新馬路落車。而家朝早8點半嚟到大圍站出邊嘅八爪魚天橋，先測試陸路啦。檢查我到站時間同埋路況 ，A42 咧似乎係受獅隧公路塞車影響嘅，咁所以就選擇落去搭 A41 啦。8點32分上車 ，A41 停到我站就上公路啦。行經青沙公路、昂船洲大橋同埋青嶼幹線。9點06分經過機場之後呢，9點12分就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落車啦。落車之後過關，咁呢度就唔拍俾大家睇啦。9點5成功上到金巴，咁啊喺車上呢，因為比較多人講嘢啊，咁都冇得瞓覺啦。咁啊似乎冇船咁舒適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10點2呢，金巴就抵達澳門口岸啦。估唔到啊，過關都幾多人排隊喎，浪費咗好多時間。結果10點半先至上到101，而且係因為呢，而家新城 A 區嘅住宅開始入伙，越嚟越多人上落啦，甚至會逼到上唔到車添嘅。然之後呢，101途經關閘馬路、青洲以及沙梨頭、16浦一帶都係站暫停啦。落咗半個鐘車，終於落咗車啦。再行埋去噴水池，到達終點嘅時間係11點03分，全程係2小時31分鐘。One eternity later， 轉眼間返到嚟大圍啦。呢條片呢，就係另一日嘅8點半開始拍嘅，就測試海路嘅路線啦。我哋喺八爪魚天橋上邊，咁啊行呢邊落去田心村巴士站啦。8點36分上到982X 嘅尾班車，隨即駛上青沙公路。行經連翔道嘅時候，發現呢似乎好似唔係好塞車喎。8點53分駛經西區海底隧道巴士站之後就過海啦。9點04分抵達港澳碼頭落車，因為買咗9點半嘅船飛啦，咁所以時間都預得好鬆動嘅。過關啊幾乎唔使排隊噶，咁啊但係坐定定之後呢，又見到越嚟越多人入閘喎，其實都唔少客嘅。9點半開船呢，就可以瞓下覺先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10點42分抵達外港碼頭，因為坐得比較近艙門啦，咁所以就好快落到船，過咗關啦。幾分鐘之後已經出到巴士站。見到有10B 嚟到，咁啊梗係即刻衝上車啦。呢條路線咧就途經新口岸一帶嘅，車程就唔算長。經過短短11分鐘嘅車程，嚟到欣皇寺馬路落車，11點03分去到噴水池，全程係2小時27分鐘。總結兩條路線，海路係竟然以4分鐘之微勝出。不過對於整體咁長嘅行程嚟講呢，而且受到咁多因素影響，咁我會覺得其實陸路同海路係打和啦。其實香港呢邊嘅起點係好重要㗎，除咗平時大家話呢，即係市區去港澳碼頭方便啲之外，
今次選擇嘅大圍本身去港澳碼頭快過去港珠澳5至6分鐘左右嘅啫，同埋本身係有 A42直達港珠澳嘅，但係因為路況影響，所以遲到就搭唔到啦，所以就改搭呢個繞經機場再去港珠澳嘅 A41，額外用多咗幾分鐘。另一個影響因素咧就係金巴嘅過關時間啦，排隊嘅人流咧可以爭好遠嘅，通常朝早9點半之後咧就會明顯好多人㗎啦。相反咧喺碼頭過關就一定係好快嘅。仲有一個因素咧就係口岸出市區嘅時間，自從新城 A 區住嘅人越嚟越多，澳門口岸出市區嘅101同埋102亦都喺 A 區增設車站，咁車程咧就越嚟越慢啦，而且整體班次咧都好唔穩定嘅。所以雖然10點2已經落咗金巴，相反10點8先至落船，但係因為口岸嘅對外交通問題，直接抵消咗搭金巴嘅優勢啦。呢個亦都係船點解仲有捧場客嘅原因，就係因為碼頭本身就喺市區嘅，往返中區或者南環等地相當之方便。咁所以整體嚟講咧，搭船同埋搭金巴都係要因地制宜，同埋係各有優勢嘅。今日嘅測試就嚟到呢度啦，大家都可以留言講下，如果平時往返港澳會搭船定係搭車啦。